2026年丙午年講下屬兔嘅生肖嘅運程啦。丙午年屬兔嘅朋友咧，今年性格咧就細心敏感，應變能力咧就係比較快嘅。今年吉星咧有8座，福星、天喜、天德星，吉星咧就比較多嘅一年。屬兔嘅朋友咧，今年運氣係相得益彰嘅。喺事業方面咧，得到貴人嘅扶持，有利你升職加薪嘅機會。可以講話你今年係真係個福星高照嘅流年。財運呢方面咧，可以做啲歡喜財，譬如婚嫁、BB 百日宴之類，係有利你財運。感情呢方面咧，今年拍拖嘅朋友真係個結婚嘅流年嚟嘅。拍緊拖嘅朋友今年可以拉埋天窗啦。或者想添丁嘅朋友咧，今年亦都可以講話好好嘅流年。結咗婚嘅反而注意下啦，反而咧就注意下有不正嘅桃花，容易引起桃花劫。已經結咗婚嘅朋友同埋人士咧，要修煉下自己啦。讀緊書嘅同學咧，就係唔可以將時間浪費喺感情呢方面，只顧住拍拖而荒廢學業。唔可以過分空想，將時間咧同埋學業嘅要翻正軌。空星呢方面咧係有卷舌、桃花星、咸池星、九煞星，主要嘅空星咧都係是非口舌咧就比較多，避免咧同人有爭拗，容易咧越描越黑。注意下因桃花而惹禍，小心色字頭上一把刀。化解嘅方法咧可以佩戴狗嘅飾物，增強下你一年嘅運氣啊！